Hello，歡迎返到嚟漂流書室，我係咕嚕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將一杯啱啱泡好嘅熱牛奶或者熱朱古力，等到幾耐會變涼呢？可能聽完3首歌之後，或者睇完5分鐘卡通片。今日我哋要飛到一個好熱鬧嘅軍營，嗰度嘅士兵全部都好驚，因為佢哋面對住一個超級強大嘅巨人。就喺大家都唔夠膽出聲、唔夠膽喐嘅時候，嗰一位紅面將軍，記唔記得仲係邊位紅面將軍啊？佢就係關羽。關羽喺呢個時候就企咗出嚟。關羽將軍好勇敢咁同大家講：等我一陣，我好快去，之後就會返嚟。當時正放住一杯好熱嘅茶，到底關羽將軍可唔可以喺茶變涼之前打敗個巨人呢？頭先講到喺戰場上邊有一個超級強大嘅巨人，佢叫做華雄。華雄將軍就好似一個鐵塔咁高，手上面揸住一把好長嘅長刀，把聲好似行雷咁大聲。佢喺嗰度就大叫：仲有冇人嚟夠膽挑戰我？好多厲害嘅士兵同戰士衝過去，最後都俾佢一一打敗。大家你眼望我眼，望住你，望住我，心裏邊都好驚，冇人再夠膽行上戰場。喺呢個時候，劉備後邊嘅關羽將軍慢慢行出嚟，仲記唔記得佢塊面係好紅噶？佢當時顯得特別平靜，手上邊拎住一把好出名嘅刀，叫做青龍偃月刀。曹操見到關羽要出戰，好快就拎咗一杯好熱嘅茶遞俾佢，仲好溫柔咁同佢講：關將軍，先飲杯熱茶，再上戰場啦。當時候關羽搖搖頭，同佢講：唔使啦，將茶放喺台上邊，我好快就會返嚟。接下來，關羽馬上騎上馬，就好似一陣旋風咁樣就衝咗出去。最後戰場傳嚟2聲嘭嘭嘅巨響。冇隔幾耐，有一個勝利嘅鼓聲。當時候大家都呆住，但係關羽已經騎緊馬返緊嚟軍營入邊。佢走過嚟，將大刀放好，拎起手上杯熱茶。嗰陣時，曹操摸一摸手上面嘅茶杯，仲好驚訝咁大叫：原來杯茶仲係熱㗎，一啲都冇變涼到。小朋友，呢個就係關羽嘅實力。佢擁有強大嘅戰鬥力，並唔需要大聲吹牛，亦都唔需要花好多時間。佢係用佢嘅行動證明自己係一個最厲害嘅英雄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咩叫實力嗎？實力唔係指你長得最高，聲音最大。實力係指你平時好努力嘅練習同操練。當大家需要你嘅幫忙嘅時候，你好快咁樣將事情做得又快又好，就好似關羽一樣。佢平時一定花咗好多時間去練習武術，所以佢先可以喺茶變涼之前贏得比賽。各位爸爸媽媽，小朋友喺學習唔同才能、語言上面，有時候會覺得好辛苦，但係我哋可以同小朋友講，我哋需要累積實力。到有一日準備好，我哋就可以好似關羽將軍一樣，令大家大吃一驚。下一集關羽會遇到佢最大嘅對手，就係騎住紅色快馬，拎住方天畫戟嘅。你哋知唔知係邊個呢？故事去到最後，劉備、關羽、張飛3個人要合力一齊合作，先可以對付佢。究竟呢個3打1嘅場面會係點？我哋下一集再見。拜拜。